台中的辽阳科大为着要培训航空人才，参考桃园机场伫校内打造航空教育城。这模拟的报道柜台、航站、佮有塔台，拢被属是真的同款。学校希望学生会当透过产学合作，毕业了后会当赶紧加入航空事业。学员坐伫驾驶舱内底看准跑道准备降落，过程中唔能看头看尾，佮要注意驾驶舱的警告声，才会当安全降落。我们必须要掌握所有飞机的，不管是动态以及乘客，或者是空服员，听起来就是很有挑战性。然后台湾也是第一次会有这种的戏。这学员拢是辽阳科大的学生，其中6个人已经伫美国接受过训练，摕到自用驾驶员执照，续来经过第2阶段的考试，就会当乘做准飞行员。另外，伫学校内底佫打造实习塔台，模拟桃园机场的环境，操作起降流程和雷达运作。工作时间佫有模拟航站，让学生了解规个登机流程。利用这种情境式的教育，从不管是这个机舱到这个航空站的部分，同学都是在情境之中去做这些相关的学习。那未来我们也整合了飞航管制的系统。学校表示，甲其他学校比起来，这届以航空城的概念，提供航空人才培育，嘛评估以后航空业甲陆运会发展起来，航空业会有大量人的需求。整个这五个主要的这个航空公司，那它下面所需要人才非常的多。我们预估了哈，每年大概不同的行业哈，光一家航空公司就可能有300到400的一个需求，在各种不同的职位岗位上。学校表示，除了协助学生会当伫毕业了后赶紧投入航空业，嘛希望会当甲台湾的航空公司产学合作，让人才留伫国内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